一、二、三、四，人生如纸，岁月如冰。有时写了雨本时，有时写毋着你。点点滴滴全是阮也记得，心内所想的，无一定写会出来，七条的也无一定会放袂记。有花有枝，有月有星，沿路满满景致。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呢，是李明阳老师的新歌《人生如纸》。来，我们来看歌谱，来先把歌谱拉好呢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这首歌是李明阳老师的原唱作词的是洪金生。作曲呢是洪金生和林嘉怡两个人合作的作品，这是一首降 A 大调。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音果然不是哆啊，如果是哆就变成小调了，对不对？这是降 A 大调的歌曲，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的速度，比我的心跳慢一点点68，1分钟有68拍。我用这个运动手表来量我的那个脉搏呢经常都是74、75啊，这个比74、75慢呢慢一点点来，所以我们用这样呢，手边没有节拍器的同学呢，就用这样来比较，你就知道你要唱多快来，我们来看一下，画符1就是第一小节了，so mi re so mi 2来 so。这个人心的呢是脚底下有一点的低音是比较低的，心呢就中音了还有人脚底下有一条横线，表示它是半拍，心呢没有线，它是1拍，如人跟前面这个人一样，它也有半拍。好，抓这个字呢，前短后长前面这个收2条线，线条越多的越短，对不对这个咪呢只有1条线，而且咪还有附点，所以收只有1/4拍，咪要唱3/4拍，后面再延长1拍。来，我们来唱唱看，so mi re so mi 2，再一次 so mi re so mi 2 re do do so la la so 2 re do do so la la so so la la so 都是低音的，脚底下有一点 so la 呢2个音合起来只有半拍so la so la 这个拉手呢比前短后长，拉手2 so mi re so mi 2 re do do so la la so 2，人生如纸，岁月如冰，人生如纸，岁月如冰，人生如纸，岁月如冰。拉哆哆哆哆拉哆2，瑞咪咪哆哆瑞2，拉哆哆哆哆拉哆2。拉哆哆哆都是半拍半拍，每一个音都是半拍，拉哆哆哆但是这个有时这个时呢，它有一个转音有一个滑音拉在楼上，有时写了雨本时时，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拉哆哆哆，这个拉小拉不用唱，但是唱歌词的时候，你要把拉单进来，有时写了雨本时。有时写了雨本时，有瑞咪咪哆哆瑞瑞咪咪是一个切分音，两头短中间长，瑞咪，然后听咪中间这个咪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后面的1/4才唱咪的，瑞咪咪哆哆瑞2，有时写唔着你2，有时写唔着你2。有时写了雨本时，有时写唔着你2，re mi so mi mi re so
瑞瑞咪瑞哆二三四，再一次来，瑞咪嗦咪咪瑞嗦咪瑞瑞咪瑞哆二三四，点点滴滴转是分下记滴，哎，这个弟弟呢哈，滴前面两个音，嗦咪要唱第一个 D，第二个 D 呢只有3/4拍4分之一拍，只有1/4拍来。点点滴滴转是分家基地三四，点点滴滴转是分家基地，走过的路哈，必留下痕迹，有没有？都是痕迹跟记忆的哈。来，点点滴滴，点点滴滴转是分家基地三四，从头。人生如纸，岁月如笔。有时写了好本事，有时写唔着你儿，点点滴滴全是分家记第二三四，瑞瑞瑞瑞咪瑞瑞二三。瑞瑞咪瑞瑞，哎，这个是第一拍呢，瑞瑞，第二拍呢，咪半拍，瑞瑞半拍啊，后面还要延长2拍的瑞啊，瑞瑞咪瑞瑞三四，瑞瑞咪瑞瑞三四，哎，因为这个延长的瑞呢是第三拍、第四拍，所以我数了3次。心内所想的，心内所想的儿。咪嗦咪咪瑞哆啦啦，咪嗦咪咪瑞哆啦啦，无一定写会出来，无一定又是一个切分音，两头短中间长，咪嗦咪咪瑞哆啦啦，无一定写会出来，心内所想的儿。无一定写会出来，咪瑞瑞瑞，嗦嗦啦嗦哆嗦，咪咪瑞瑞，咪瑞瑞瑞，嗦嗦啦嗦哆嗦，咪咪瑞瑞，七条的也无一定会放袂记的，无一定会放袂记。无一定会放袂记来，七条的也无一定会放袂记。三四，好来，心内所想的来，瑞瑞咪瑞瑞来，心内所想的儿，无一定写会出来，七条的也无一定会放袂记二三四。好，来，这样主歌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来，我们接下去副歌，咪嗦咪嗦咪咪瑞瑞嗦咪嗦咪嗦咪咪瑞瑞嗦，有花有枝有月有期，有花半拍半拍，有枝呢前短后长，有花咪嗦咪嗦，有花有枝有花有枝有月有期，有月有期，咪咪瑞瑞嗦咪咪瑞瑞嗦，有花有枝有月有期，咪咪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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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有枝有月有期，哆哆瑞瑞瑞哆啦儿，哆哆瑞瑞瑞哆啦儿，沿路满满景地儿，沿路满满景地儿。沿路满满景地儿，咪嗦有花有枝来，有花有枝有月有期，沿路满满景地儿，啦啦嗦啦啦哆啦嗦啦啦啦嗦啦啦哆啦嗦啦，有得有失，有利有依，哎，有得啊，都是半拍半拍，有失呢前短后长，有得有失，啦啦嗦啦，有得有失。
有啦哆啦嗦啦，啦哆啦嗦啦，有理有义，有理有义，有直有实，有理有义。咪嗦嗦咪嗦咪瑞儿，咪嗦嗦咪嗦咪瑞儿，天满我会过去，天满我。又是一个切分音，我用一个红色的四方形框框把它框起来，有没有啊？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切分音，咪嗦嗦咪嗦咪瑞儿，天满我会过去儿，啦啦嗦啦，有直有实，有理有义，天满我会过去儿，啦咪嗦啦啦嗦咪啦。咪嗦啦啦嗦咪，风有一个滑音顶头小嗦的家，有没有？风嗦啦，风也来你色水，风也来你色水，嗦嗦啦瑞咪儿，嗦嗦啦瑞咪儿，雨来破目地。啊，这个雨呢，嘛是有一个滑音咪嗦的叫咪嗦嗦啦瑞咪，雨来破目地，雨来破目地，哎来，风也来，你色水来，风也来，你色水，雨来破目地。瑞哆瑞哆嗦，哎，瑞哆瑞哆嗦，咪嗦哆咪嗦嗦咪瑞，瑞哆瑞哆嗦，瑞哆瑞哆嗦，人人一片，人人一片，咪嗦哆咪嗦嗦咪瑞，咪嗦哆咪嗦嗦咪瑞，天公会来整理，人人一片。天公会来整理，嗦咪瑞哆哆瑞哆哆，嗦咪瑞哆哆瑞哆哆，历史又是一个切分音来，历史有来面见，历史有来面见，嗦咪瑞哆哆瑞哆哆，嗦咪瑞哆哆瑞哆哆。历史有来面见，哎，咱唱个这呢吼，这个见呢，你看见哎有两个小节哦，两个小节，历史来面见。一二三，三拍半，再加上这里有两拍，然后要停两拍。历史来面见，二三四五六停。停哦，按那第一次就唱完了啊，第一遍唱完了，来，接下来间奏8小节，然后反复从哪里？哦，从最前面领心如转来，我们先把副歌给它唱熟来，咪嗦咪嗦咪咪瑞瑞嗦啊，有花有枝有月有星，缘路满满经地儿，有直有实有理有义，天满我的过去儿。风也来你色水，雨来破目地，人人一片，天公会来整理，历史有来面见。停停，好，第一遍唱完了，接下来间奏8小节，从头又人生如抓，又唱到历史来面见，二三四一二停停，哎，这个第一遍呢哈。第一遍我们后面还有哦，这个高帽子一，高帽子一，高帽子一，对不对啊？间奏8小，可是第二遍呢，高帽子二。高帽子二到这里呢，就这个来面见呢，哈，见面的记加3拍个半哈，啊4拍半、5拍半、5拍半，然后停2拍之后呢，接谁扭啊？谁扭哪里就出副歌了，有花有枝。有月有星，缘路满满经地儿，有直有实，有理有义，天满我的过去儿。
风也来你小水，雨来破目滴儿，人人一片天公会来整理，历史来面见3、4、5、6，停。好，唱到这边呢，就两遍半都唱完了，对不对？好，来，我们呢刚才已经逐句的一句一句的呢，把第一遍都教唱完毕。我们现在来唱第二遍，然后接后面的半遍。来，我们从头来，先把歌谱拉好来。人生如抓来，1、2、3、4，人生如纸，岁月如冰。有时写了好本事，有时闪着你，点点滴滴全是魂也记伫3、4，心内所想的，无一定写会出来。7条的也无一定会放袂记3、4，有花有枝，有果有刺，沿路满满荆棘儿，有得有失，有利有义，天满我的过去儿。风也来你小水，雨来破目滴儿，人人一片天公会来整理，历史来面见。停停，有花有枝，有果有刺，沿路满满荆棘儿，有得有失，有利有义，天满我的过去儿。风也来你小水，雨来破目滴儿，人人一片天公会来整理，历史来面见。停停刷，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李明阳老师演唱洪金生老师作词呢，洪金生和林嘉怡老师两个人呢合作的作品《领星如抓》，好听不？咱大家先来去 YouTube 欣赏一下这个李明阳老师的 MV， 搁等来学这首歌就感觉更较好听啦，歹势啦岳云老师不是专业中的专业无像有李明阳老师这么好唱，所以你听到我唱的可能无满意啦安尼我给大家报一条明路来去听李明阳老师唱才转来缀我学这首歌安尼就会感觉就好听长久以来呢感谢大家的支持长久以来感谢大家的支持，您的支持就是我制作更多影片的动力也欢迎大家呢到 YouTube 频道给我订阅按赞别忘了要打开小铃铛，这样系统呢有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会自动的通知您。同时呢在 YouTube 的这个影片的画面底下呢有一个呢超级感谢同学点点问我讲老师超级感谢就是创啥一边有3个黑点点那个七楼就找一个超级感谢出来，那就是要给老师赞助啦你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无大家的支持甲赞助呢这个影片哪有法度继续制作继续生出来啦那就要谢谢大家的赞助好，我们今天呢这首《领星如抓》就给大家推荐介绍教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